八角风筝是太巴朗部落的传统技艺。那为了让这项技艺能够推广、能够传承、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将我们过去传统文化所要能够接续传承下来的文化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孩子明白说，原来我们原住民传统文化不只是在智慧上面、知识上面可以。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像法孝这个部分，它除了融入了艺术美感、科学知识，还有传统原民的传统知识以外，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动手做的一个产业。那太巴朗国小配合2021幸福飞扬法习耀，那爱恋花莲，那光复健走的各项活动的办理，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徐增卫县长的大力支持，教育处的指导，还有太巴朗总头目杨头目的协助帮忙。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太巴朗部落的八角传统风筝能够被更多人看见。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一天能够携家带眷到大农大富森林园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谢谢大家。这条是中间，等一下会跟你讲这个是8条，就是8条风筝，简单吗？这个先把这个要剥两半。一样，因为这是这是正面的、背面的，就这样子。我现在放风筝间做风筝针。对，那变成说它才这个视角。是哦。我听到，都录起来。好，这个是最基本哦，最基本哦。好了，就开始了。不能随便。这个量度有多少？有没有？对，这个是，这个角度一定要弄好我们等一下用那个怪杆。一定有15瓦高，又10瓦高，再10瓦高。为什么那么丑这？你就出事了，在那边。没关系，不要开。就是哪一个比较尖的，总是有嘛，对不对？这个太轻哦，看。这个是头会忘记了好，就这样子把直一半，把直一半。跟跳嘛。
不是很好吗？然后。 我做。才会有平均。等的哦。OK， 好的，好了没有？好了，哎。然后呢？放过来，好好笑哦。放过来了哈。好。看你怎么画画，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好，中心点，从这边一转哈，这样就不好，在这边也不行，哦，一定要再从这个线一进下来就好了。好了，过了哈。嘛，已经固定了。有没有？有这个这样子哈，刚刚好。如果是在这边的话，这个是中间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好了，就完成了。那这个呢？来，好了，来，我们进。来，看你们怎么画画的，因为我教的已经好了，你们要画画就是要怎么画画，就是放在中间，哦，用什么画画的，还是眼这边的那个。哦。太阳。要来找我的屁。蛮。等下这个会不会飞走？有可能哦。这是麦克风吗？对呀。其他人的都是毛毛的。对呀，我们这里也是毛毛的。好，我们在那边放好了哈。哎，对了。
转弯呢。你们的风筝呢？我们的比较强。看到有个小鸟。尾巴不够了。尾巴不够。好好笑啊！要想办法，因为你画圆形就比较麻烦。